歡迎嚟到尼斯達的英文教室。第一課介紹。第一課有以下四點：有廣東話人士學好對應嘅英文，唔用翻譯器嘅原因，可以從本頻道當中學好英文嘅 idiom，同埋得到外國人嘅讚賞。喺香港同埋廣東話嘅社群裏邊，學好英文往往最大嘅挑戰呢，就係點樣從母語嘅思維轉換到英文嘅表達。我拍攝呢個視頻正正針對呢個需要，透過生活化嘅例子，幫助廣東話人士掌握好對應嘅英文。點解唔用翻譯器嘅原因？因為佢係直譯嘅，好似冇錢使，佢會譯到 no money to spend，而唔係 cash strapped。十字批佢會譯做 course head screwdriver，而唔係 Phillips head。玩得好開心，佢會譯做 have a lot of fun，但係 have a lot of blast 係會比 have a lot of fun 好嘅。學英文嘅 idiom 係好重要嘅，呢個頻道會盡量加入 idiom，好似有 ring a bell、white as rain、grab a bite 等等。只要學好英文嘅生字、片語同埋 idiom，一定能夠獲得外籍人士嘅讚賞，會覺得你嘅英文自然又流暢。